桌顶这2份金纸，其实只有头前这粒是真的金纸，后壁这个是用鸡卵糕所制作。大唐中酒店在2012年时，为了响应政府减少纸钱的政策，当时就推出这个模样逼真的金纸鸡卵糕，希望民众在拜拜时会当减少烧金纸，做伙环保爱地球。但是更做更新的心意不减。这个金箔蛋糕最主要是在2011年的时候，那台南市政府卫生局那鼓励大家新环保哦，他为了就说大家拜拜的话烧金纸这个环保这块概念，所以结了很多的糕饼业还有饭店。当时从2011年我们就开始来就是来做这个，希望的鼓励，因为台糖长荣酒店本身就是一个进到企业社的人，希望中来带动大家对环保的重视，对地球的爱护。也因为民众现在愈来愈重视环保，佮加上金纸鸡卵糕趣味造型以及大众化口味，互消费者对着这项产品的接受度也愈来愈高。大唐中酒店在今年清明节前后，就接了将近700份金纸鸡卵糕的订单。最近，因为我们也接到很多的网友，目前的订单有将近700份。哦，相当的热烈，表示现在目前大家对这个议题方面已经都能接受，尤其去年的疫情，在中原普渡推出来的时候，受到很多的重视，所以从中原去年的这些的景象，让我们这一次那主动的客人是主动提出来，希望能购买这个金箔蛋糕。我相信这一个议题已经唤起大家对这个方面。环保以及环保的蛋糕，也就是金箔蛋糕。饭店业者结合环保概念，发挥创意，将金纸变成美味好食又佮趣味鸡卵糕，成为大唐中酒店近来热门商品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